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9，诗篇139篇17到18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这宝贝，迄个少爷到这济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济。我困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三角伫地，三角来祈祷。你的意思对伫阮到这宝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创造的真神，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，用你的正手拯救投靠你的人。求你救阮脱离遐起来攻击阮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用大恩款待你的奴仆，互阮得着活。阮就要守你的话，遵趁你的教示，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总是你对阮有奇妙的安排。你的意思对伫阮到这宝贝，迄个少爷到这济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济。阮困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三角伫地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